再来看到昨昏关小梅虽然落雨，阁毋是伫咧拜六礼拜，台南咸水去冲蜂仔炮的人阵受较减少，也毋过现场依然是热烈滚滚。3个主炮声发射大约200万支炮，希望会当愈炸愈旺，祈求好运。台南咸水蜂仔炮陆续开始，游客拢准备好啊，专心包好好，要近距离感受蜂仔炮带来威力。昨暗时，3个主炮声差不多200万支蜂仔炮轮番发射，炮声响遍咸水小镇，向近愈炸愈旺，祈求来年好运。不过今年正罕见拄着雨天，加上毋是假日，人有点少。桃园市长黄伟提拢讲，做市长这几年第一摆拄着落雨。今年正好是水风炮，那所以说，我想，但是还是不减我们游人的兴致哈。今天已经好几座大型炮城已经释放了。要体验传统民俗，也注意安全。每年活动拢传出难产的炸伤事故，有70岁游客专程为桃园来参加，煞无细节，互炮火伤着目睭。我也不知道，就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被烧起来，眼睛被烧起来这样子，就很痛。我们现场也有备有眼科医师帮忙做，如果他是这边受伤的话，会比较危险一点点。剩下大部分是肢体的一些擦伤或炸伤的不舒服。同款伫河中的重头戏，一个台东传统的夜茶汉灯夜，今年差不多30间厝，经过内外游客来看炮炸的震撼的感觉。传统风俗，炮啊炸愈旺，也代表来年运势愈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